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了后，增加国定假日又搁成为讨论的焦点。条约拢提出无共款的版本，不过目前有共识部分是，那立委拢话讲，5月劳动节应该优先列为国定的假日。目标是不是希望今年5月7日就有机会全国做伙放假？另外，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嘛，希望讲会使提案恢复原定7天的假日。去到山顶欣赏沙库拉翕相顿卡，或者是飞到日本世界行搭，真侪人拢会利用假期游山玩水，嘛希望休假会当愈休愈多。会想要再多放一点，这样才能多休息，能去做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事情。如果插在中间的话，也不见得很好安排。真侪民众期待假期愈侪愈好，立法院嘛当伫咧计划修法，针对增加国定假日，条约嘛提案无共款的版本。即摆南洋提出想要甲2017年开始停休的元旦过冬天、教师节、光复节和行宪纪念日等等这天，拢改报道倒来，加做国定假日。7天假把它讨回来，我们也希望在第3会期可以进入法案的询答，还有实质审查的阶段。5一全民齐放假。那立法立会今仔日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发出国定假日法制法，5一劳动节和教师节拢列做国定假日，目标今年开始实施。逐步实施的最优先的就是我们的劳动节。我也希望说今年5月1号有机会，行政会赶快研议，让我们劳动节可以全国放假一致。如果这个国定假日跟例假日是重叠的，那应该给予补休。休假和上班上课要休几天，做偌久，自己休报休当，做工课时间、做工课进度和人事成本，拢爱全面思考计划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